目前咱全国6都内底，敢若台南也无做捷运。即摆有风声讲，台南捷运要含日本 Okinawa 共款做高架桥单轨道的形式，也若第一期南线会甲永康含东区相接起来。台南市捷运工程处提供的未来捷运意向影片，将捷运主干架悬伫原来安全岛顶面，会当看到采用甲日本 Okinawa 共款的高架单轨形式。完工了后，也是台湾头一条单轨捷运系统。另外，除了原本进度上紧的南线之外，第一期南线延伸线可行性研究13也得到交通部原则审查通过。它是一个 Y 字形的路线，那主线是由仁德转运站往东到关庙国中。然后支线也是从仁德转运站，然后走182，然后到台39，再往南接到高铁台南站。那全长是15.19公里。那整个南延线总共设置15个车站，1座机场。台南捷运南线规划民国115年底动工，向120年完工通车目标迈进。第一期南延线采用甲第一期南线同款的高架单轨系统，将范围为市区地顶到归仁、关庙、仁德、嘉沙仑、平顶去下城。主线尖峰时刻上笔直，会当达到每4分钟一班车次。支线7.5分钟就有一班车次，提供居民通下通勤、加高铁乘客来往市区的优质运输服务。市区的比较不期待，因为大部分台南人都比较习惯骑机车。那如果是说这个捷运是通往高铁的部分呢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便利，一般市民啊，还有一般外来客呢，就帮助非常大。不过，原本规划台南捷运红线、高雄捷运红线互相串联，却因为捷运系统形式无共取消。另外，要加速进程，测试南线甲南下线两计划建设时程同齐。台南市交通局已经伫去年启动办理南延线综合规划作业，相关的都市计划变更甲宽屏也配合机停展开，预计今年底就会当提报交通部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